知不能公開妒忌，學習大方接受，同行時要殿後，誰冷落舊朋友？節日約我3位一體的慶祝，沿途明亮燈飾閃映着沉重，言談越熾熱，內在更冰凍。誰當初無心將兩方撮合，然後留低只得這寂寞人。仍是你們密友，呆望你們熱吻，應該傷感還是快感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膽編着你們來來回委曲中受難。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剎又折返。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膽，他日你們完場時入替也不能。善良人埋藏着最壞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們會散，會選我嗎？奇怪啊，兩個咁合拍嘅今日，唔知兩個係3個。哦，咁啊可以可樂啦，真係結婚啦，生日結婚啦，簡直係正啊！佢淨係想同阿思凡講嘅啫，咁呢個固然係啦。嗱，車就嚟開啦，仲冇。兌換了你身份，可應該滿足。一樣衰啫，你夠樣衰啦，你衰啲。好，我就喺喜馬拉雅山見你，有得遠一啲。嚟到一家人啊嘛，有收量咪好咯。多事啦。留低的原因，一世的秘密，其實明知只得我是愛人，仍是你們密友，呆望你們熱吻，應該開心還是痛心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膽拎着你們來來回委曲中受難。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剎又折返。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膽，他日你們完場時入替也不能。善良人埋藏着最壞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們會散，會選我嗎？你知道話嗌成搬走去，因為涉及多路，係你先我啦，我成咗兄弟啊朋友，搞到佢唔敢去追佢啦。咦，你咁樣講，搞到我哋拆散人哋咁，咁係又點啫？咁而家當嚟同阿時講一齊咯。兌換了你身份，可應該滿足。情人還是知己，都湧入懷抱，同情或眼淚，讓別個得到。留低的原因，一世的秘密，其實明知只得我是愛人，仍是你們密友，呆望你們熱吻，應該開心還是痛心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膽拎着你們來來回委曲中受難。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剎又折返。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膽。其實我覺得做同學嘅關係，即係最單純最真嘅喎。我都話咗你細個同我講㗎啦。總之咧，我份人最中意同人鬥嘅。我係聽下落死你係我 target 㗎啦。我同你鬥快升 captain，睇下點。